若这个青菜伫咧风台天，拢无咧客气，化起就起。香仔菜类平均是起1成到2成，起上侪是葱仔。葱仔伫咧热天本来产量就较少，加上做风台，结果是来贵1倍，1公斤为40块起到90块，起真凶。 葱仔是真个料理的灵魂，风台天起价，自助餐的业者真无奈。原本是50块，即马起价120、150左右。水也调到150。一般家庭3顿的料理，嘛爱用到葱仔，去菜市啊买葱仔，这太太拢真有感觉。葱要涨价，本来10块买20块。葱原本夏天就比较少了，它本来就有涨，现在只是稍微再涨一些。 除了葱仔起价，应菜嘛起价。本地一百拢100块啦，刚刚听到风台2年尔，就起价20块起来。油菜类平均起1成到2成，买时拢会比价。茄子是1条10块的面子。便有风台来，菜就起价，要过民以食为天，嘛是爱买菜煮饭。家庭主妇只好算盘好好啊，尽量买无起价的菜，度过风台天。